正道，感谢神，伊有讲袂出的稳定。请曾牧师。大家平安。伫咱要做伙领受上帝，伊通过圣经的话所予咱稳定的应允，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。施恩怜悯，带领保护，扶持帮赞，天顶的上帝，愿进入你的至圣所，伫你的圣殿内献上阮心中的感谢。虽然阮未堪得，但是你何等疼阮，你是好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你的信息甲阮三甲伫地，到代代无尽。主，阮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向你全然表明阮心中的感谢。阮甲你讲，阿爸天父，我感谢你。那伫即时，阮伫你的面前，嘛要搁一改，来建立阮的家族、阮的教会，感恩的心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愿你的圣神就点到阮心中感恩的火，互即个热情永远无冷淡，会当伫上帝你的面前，用感恩而乐来荣耀你的圣名，因为你堪得阮敬拜。阮恭敬伫你的面前献上感恩的祈祷、感恩的礼拜、感恩的诗歌。阮安尼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所听兄弟姊妹，今仔日是感恩节。虽然这个节期毋是圣经中间所讲一个真确定的礼拜，也是亲像犹太人的搬过节、旧约的节这的节期，但是对旧约开始，其实圣经就有讲到，用感谢耶和华做节的人，就是荣光天父上帝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愿咱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咱算数伫今年，咱怎样经过今年？我毋知兄弟姊妹伫几礼拜前就无开始咧报讲，咱要过感恩节。我毋知所听兄弟姊妹伫这段时间，你敢有拨一段安静的时间来回想伫今年你所拄着？有真侪咱的需要，上帝若听咱的祈祷，甲咱回应，咱就讲感谢上帝，因为你何等的听我。伫今年因为头壳听，我去照脑波。我才知影，我的前额叶遮有一块，毋知偌久进前都有淤血。我才想着讲，我一届毋知咧创啥物代志，目睭可能糊着喇叭，哭一个，足大个。我都袂记啊，因为迄个时阵哭一个足大个，我无讲安尼话，真紧发手讲，主啊，求你照顾保守我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中讲有真侪会境遇，咱拢袂记。袂堪得，咱一定有绝对的把握。伫今年呢，所听的弟兄姊妹对年头到年底，你有甚物感动？牧师捌伫今年感觉足孤单，为什么？因为疫情一来，徛伫即个礼拜堂，敢若一个人对一个空气咧讲道，佫限制讲4个人做礼拜，所除了即个汉林汉斌怡真我。差不多是4个人真简单咧做直播的工作，但是恁互牧师知影，恁伫直播伫教会的这个礼拜中间，你们是在线上，所以互相的陪伴是一个教会中间一个真要紧、值得感恩的代志。但是所听兄弟姊妹，伫咱人生中间上需要感谢是甚物？除了感谢上帝，赏赐我这清英。除了感谢上帝，互我有工作顺遂；除了感谢上帝，互我有财情，厝人的经济也会得过。除了感谢这以外，所听的弟兄姊妹，咱敢知影伫信仰中间上需要感谢的是甚物？上需要感谢的就是家在，我有上帝。上需要感谢的就是上帝伫我黑暗中、患难中、失志的中间，上帝存伊的圣手，用圣神甲我扶持，有800种的稳定，
但是有一种的恩典，就是上帝的恩情。圣经讲救恩，所听的姊妹，愿天要上帝帮助咱，真正真捌。一切恩情无比上帝的怜悯、上帝的救恩更加重要。愿咱伫今仔日咱共做伙来读这段圣经，特别诗篇，这是圣经中间唯一一段圣经称作称谢的诗，就是感谢的诗、感谢的诗歌。这是圣经中间唯一，特别伫诗篇中间用一个括号写称谢的诗，是感谢的祈祷文，是一个感谢的祈祷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愿上帝的圣神以及牧师对恁的鼓励，恁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唤起你心内疏忽、可惜，袂记得上帝伫你的身边所做一切恩情。咱对心中讲：主啊，感谢你！主啊，感谢你！虽然我是一个阿舍囝，虽然我是一个好命囝，虽然伫恩典的中间，我感觉这拢理所当然。但是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主，我要感谢你的目睭看顾我，对年头到年底。今仔日圣经诗篇以及约翰福音第1章，拢咧讲起上帝的同在。上帝恩典充充足足，有恩典甲真理，伊是一个恩上加恩的人生。愿天父上帝将这种的应允蒙着咱的心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未堪得，但是我阿们，我感谢俄罗你。耶和华是好，伊的主爱永远伫地，伊的信息到万世代。所以牧师要甲恁形容讲，诗篇100篇就是满分的人生，诗篇100篇就是一个满足的人生，就是一个应允的这个应允的上帝的话。耶和华何等的好，耶和华主爱永远伫地，伊的信息到万世代。伫讲英语的教会，因有一句话讲 ：“God is good。”会众就讲 all the time。上帝是好，会众就讲永永远远就是遮尔好。所以，伫个回应的过程中间，就是咧彼此讲起，咱的上帝就是一个好，这个好就是好的无比的意思。这个好嘛，就是一个互人满足、互人幸福，这个好嘛有这个意思。因为上帝用伊的主爱，这个主爱又个叫做黑色，伊就是怜悯。伊的信息到万世代，伊的意思就是讲，上帝所讲出的话无一句是假，上帝所有应允拢要照安尼来承受。所以，这个信息，伊原文的字就是实实在在，后来到新约，这个字就甲圣经中间的阿们同一字，信息就是阿们，信息就是阿们。因为对旧约到新约，伊拢咧讲起上帝是真，所以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通过咱共同的礼拜，显示咱一个应允的确信。因为约翰甲所有的教会兄弟姊妹讲，咱的上帝充满伫咱的中间，咱有所得着，咱已经有所受，咱领受着伫神的道路顶端，咱经历着上帝的同在。阁有恩上加恩，和合本的圣经、汉字的圣经讲，咱就要恩上加恩。但是白话字的圣经讲，恩典煞接恩典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今仔日我是恩典的一代，因为我的老爸老母敬畏上帝，上帝通过因祝福我。但是我要将这个恩典还给我的囡仔，这叫做恩典煞接恩典，是真个人的。嘛是真家庭的，嘛是真教会的，所以愿天父上帝伊的话运行伫今仔日咱的礼拜，今仔日心内较无甲上帝讲阿们的兄弟姊妹，伸出双手，一杯搁一杯，恩典的杯，上帝的杯满满，咱甲主讲一杯搁一杯，我要试看主你恩典的滋味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。伊是看着咱敬拜的上帝，
因为伊有讲袂尽的恩典。一开始我简单甲恁讲起，伫今年中间，我咧纪念天父上帝，伊怎样陪伴我？所听的姊妹，咱拢应该有这种的回馈，就是安安静静来想，上帝怎样伫今年中间，咱来讲。所以圣经讲，算小上帝的恩典。我要有智慧的心来算小我的年日，来回想我的年日，来看见上帝伫我人生中间伊一切的所做。所以愿天父上帝的圣神带咱做礼拜，也愿天父上帝的圣神感动恁。伫今仔日倒去了后，能够用感恩的心定心读代表的诗篇100篇，然后恁讲恁家己的诗篇151篇，因为诗篇150篇尔，咱会当佮家己主动写一篇诗篇中间的另外一篇，咱甲上帝讲：上帝，这是我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我的心思意念，我写互你的。所以愿天父上帝感动今仔日的圣经，互咱学习大卫3000年前的大卫，伊是一个极其高写感恩的诗歌的人。我要向上帝唱新的歌，我要用俄罗入伊的院，我要用圣洁的装他来到伊的面前。所听的姊妹，愿咱真侪有大卫的心，有感恩的心的基督徒。今仔日的圣经诗篇100篇内底，所听的姊妹有7摆讲到你们应该，迄个字叫做当啦。你们当如何？恁就安怎？这个意思是上帝希伯来语，就是旧约的圣经中间，并无应当的这个应当这个字无。但是因为一种的文化，犹太人因无讲应当如何。就亲像老爸命令伊个囡仔讲爱快乐，迄个爱，迄个着快乐，着乐乐，着感谢，着吟诗，迄个着是一个命令句。英语讲祈使句，就是一个命令。虽然迄个字伫原文顶悬无存在，但是迄个口气7摆。所听的姊妹，过去咱咧读这个圣经，咱袂遐尼无聊，去甲算讲出现几摆。但是当圣经出现7摆时，伊所表明的就是一个完完全全、全然全心，对我的内心、对我的心神、甲我的意念，是一个完全的感谢。所听的姊妹，咱做伙来学习，真做一个用完全的感恩的心来跟对咱的主，来用一生来看伊的作为。嘛，带咱的囡仔，因也未捌上帝完全的事，咱带咱的囡仔就建立一个信心，讲我的耶和华，我的上帝，我的爸爸的上帝，我的阿公的上帝，伊的确要伫我的人生中间行了奇妙的大事。也这你相信吗？你愿意你的行行顺顺就是安尼来经验伊嘛？你愿意伫今仔日的礼拜完全无保留、不小气，是一个7摆的人生。专心的学乐，专心的感谢。所以讲，咱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咱听到大卫的诗篇100篇内底，伊讲着感谢入伊的门，着学乐入伊的院，着感谢伊学乐伊的性命。这个感谢甲称谢是同一个字，伊叫亚达。感谢、称谢、学乐，就是一个对心中吼，就亲像你去看棒球赛啊，哦。伫棒球赛，你若无热心吼，你若无热情嘛，互人安尼吵甲足热情，有无？哦，摕迄个扫角安尼，一支迄个塑胶弓安尼，呜，大声啊笑的，咱看，啊，那个爬起来跳，啊，佮摕一咱讲。犹太人因咧做礼拜，毋是点坐咧做礼拜，因的礼拜是有跳舞，亲像原住民；因的礼拜是有诗歌，因的礼拜有分扫角。所以兄弟姊妹。所以耶稣才讲，我分达啦，恁无跳舞，就是这个意思啦。哦，伫旧约的礼拜敬耶和华的时阵，是分迄个得胜的羊角，哦，羊角，有迄个角，啊，然后伫迄个所在跳舞、拍谱啊。所以耶稣才讲，
有的人的礼拜无真心、真诚、真力、真意。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入伊的意，因为咱来用感谢做祭，所以代表有真侪的经文，虽然无称做称谢的诗、感恩的诗，但是伊的诗篇内底，逐所在拢充满伊对上帝的感谢，亲像一个囡仔学了伊伟大的爸爸同款。所以代表伫伊的诗篇50篇中间，伊讲：要感谢，用感谢做祭，献予耶和华。至高的上帝行你所许的愿，回想咱的祈祷，伫咱患难的中间，伫咱欠过的事，伫咱软弱的事，伫咱孤单的事，伫咱受气的事，伫咱不足的事，伫各种的情景，你既然有向上帝祈祷，你敢有向这个上帝讲：主，我感谢你，我感谢你听我的祈祷，虽然你无做什么。但是感谢上帝，你甲我抱条条，甲我讲唔通受气，唔免惊。虽然阿爸天父你无做什么，但是主你用你的神甲我抱条安静的事，迄就是稳定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来到伊的面前，因为大笔所接伫伊50篇的中间，第23节伊讲：献上感恩的这个人，就是荣耀上帝，感谢就是。礼拜，当咱伫心中中，主啊，我学了你，哈利路亚，我学了你的心，迄个学了本身就是礼拜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是一个用心来回应上帝伊的临在。求天父上帝，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咱学习这个感恩的功课。感恩就是一个珍惜。感恩就是伫经历的中间看见，感恩就是一个回应，敬畏上帝讲：主啊，我何等未堪得，你听这个卑微的我，互我会当伫一生中间有高雅的人生，有满足的喜乐，心欢喜，心快乐，我当肉体安然徛起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因为用感谢做祭，就是荣耀上帝。所以咱今仔日毋是摕钱来奉献予上帝，钱是代表咱的心意的一部分。但是更加重要，当咱奉献的时阵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求你甘纳你所想事，你想事，你收回，主你想事予我，我回应予你。主，你不断刷接搁刷接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第二个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牧师要甲咱做一个祈祷，就是求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。袂晓感恩的人一定袂幸福，因为伊感觉这个世间拢辜负伊。袂晓感恩的人，伊甲伊的父母一定无真好的关系。因为感觉父母拢是应该予伊，所以有去伊会计较，爸爸予哥哥较济，爸爸予妹妹较济，爸爸予姐姐较济，为什么？所听的姊妹，感恩的心会互咱充满幸福。最大的目的毋是感恩互咱的对象，是互咱真做一个有水的活命伫你的心性的内底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有这种的看见，有这种的智慧，毋是自然而然的。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通过敬拜的心，咱来到上帝面前，毋是干那要听一篇好的讲道，咱来到这个礼拜堂，毋是干那要看见一礼拜无拄到兄弟姊妹，咱聊聊天，做伙去食一顿饭，毋是干安尼尔。咱做伙组织，就是要做伙拍谱啊，做伙吟诗，做伙敬拜，要讲起上帝伫一礼拜中间伊的作为，佮讲起上帝对年头到年底，伊伫我心中所做。牧师一开始甲恁讲起今年我中间，我毋是咧爱甲恁可怜讲哦，牧师你足可怜，你叫你咧判别，毋是，我相信恁袂安尼，但是我为着恁感谢。
因为我感觉咱的教会是一间会互相体贴、会互相关心、会在乎对方是不是平安喜乐。您讲是不是？咱的教会互相的关心是出伫真的，所以伫每种的情景的下面，咱拢会去想到对方。咱若做会到，咱拢想讲为伊的祈祷甲平安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这是咱伫这个所在有看见，咱伫这个所在有感受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伫今年所听遐的姊妹，我毋知你经历着什么。今年对台湾来讲是一个足特别的年，对教会嘛是一个足特别的年，对家庭嘛是一个足特别的时刻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主的圣神开咱的目睭，互咱看见上帝无所不至。但话讲无所不至，就讲到上细项的代志，伊拢看过咱。惊咱寒，惊咱烧，惊咱热着，惊咱枵着，就是老母。老母惊伊的婴仔枵，穿无烧，寒着，伤热流汗。咱的上帝是无所不至，讲袂尽的恩赐。哥林多前书，伊讲有讲袂尽的恩赐。恩赐这个字原本的字是怜悯。上帝伫各种的情景，将伊的陪伴，为着听伊的人所陪伴，讲袂尽的恩典、恩赐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咱想，咱也伫上帝的面前，不但献上感恩的祭，咱嘛伸出咱的手讲：主，我将感恩互你，恳求主你将恩典互我。主，我将感恩互你，主求你继续来祝福。我毋是一个贪心的囡仔，但是伫各方面的情景，主求你甲我陪伴，耀发毅力的人生。所以伫今年中间，咱得到生命。我为着健康来感谢，因为一个人年纪若渐渐咧加天的时，咱的身躯会改变。我已经足久毋捌挽喙齿，但是伫顶礼拜挽一支喙齿，因为疼到要死。咱就知影讲，普通时咧食饭，自然大口的吃肉，迄是何等的幸福。健康对咱来讲真重要。高雅的心，满足的情景。咱有能力，咱想要食啥，咱就食啥。愿天父上帝帮助恁，伫人生的中间，耶稣讲，阮的日食，今仔日互阮，伫每一日的需要，上帝甲咱陪伴。除了这个以外，我感谢上帝，互有悠因大汉。我感谢上帝，互因有真快乐的心。感谢上帝，互因伫阮的身边；感谢上帝，互阮的家庭有真温柔、真甘甜的亲子的关系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恁的囡仔真做恁的心内面的欢喜甲快乐。上帝将伊的恩惠放伫恁的家族，互恁的家庭真做地上的爱典永恒。除了这个以外，咱的教会是什么？咱的教会是一个大家庭，对不对？然后一个人忧伤，咱就真侪人去陪伴伊，因为这间教会是一间体贴的教会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这个疫情的过程中间，也未互人放起来进前，上帝就互德堂教会伫无意中精力赴长。伫陪伴的中间，上帝赏赐咱有好的这个空间和影响，所以疫情一来，咱真紧无困难，咱就会当在线上查经，咱就会当在线上做礼拜，咱就会当伫LINE中间互相的分享。有真侪兄弟姊妹跟我分享讲，牧师，我逐日透早天金起来，因为赶要去上班，但是我一日上快乐就是。但牧师逐日伫透早清早的时，就写一段圣经，
一个短短祈祷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咱彼此为什么要做这种的工作？是因为咱在乎彼此信仰的健康，甲信仰的保障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咱伫这个感恩的中间，咱会记得，互人的安那，比甲人体较福气，施比受有福。所以咱的人生是互人得到，互人得到，互人得到。这个意思就是分享啦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感恩的中间，咱知影生命中间上可贵，就是有一个健康的信仰的态度。若无健康的信仰的态度，无会晓感恩的人，真困难幸福。因为咱真容易互魔鬼甲咱讲，你真无够，你真欠缺，上帝无爱你，现在你该接歹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伊用伊的听从咱内底一寡遐无健康的想法，受伤有可能毋是因为咱，是因为咱拄着伤害，咱拄着封印。但是愿天父上帝用伊的保护，甲咱听，甲咱受，甲咱帮助，改变咱。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咱有新的想法。所以圣经讲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有讲未尽的文书。这个文书的字叫做 Doron， 这个字，伊的意思就是礼物。上帝伫每一个人的身上备办一个圣诞礼物。这个圣诞礼物毋是干那12月25号、24号晚上才会当拆开。迄个圣诞礼物毋是一年才一日、一年才一摆的圣诞礼物，毋是。上帝所予咱的生命的礼物。是伫及时的中间，伊讲上帝恩惠是及时的帮助，恁会记吗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爱什么种的礼物？这情形拢会过去，一时的刺激嘛拢会过去。愿天父上帝，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咱甲上帝讨，迄个会当一生满足、一生喜乐的礼物。就是主上帝，愿咱伫主面前，咱会记得，感谢是一个真要紧的健康的记号。伫你的囡仔还阁细汉的时阵，教伊感谢。咱伫向日葵小园食饭的时，拢会有祷告。起初拢有教官有拄些问讲，哦，恁是安怎要带这个囡仔祈祷？阮讲，伊除了是阮教会的宗教仪式以外。其实，教囡仔感恩的心，是伊生命改变的开始。恁同意吗？这个社会真侪人互相帮助，无一项代志是应该的。但是真侪人拢感觉我得到是应该，我好命，我好运。伫这个世界有真侪代志毋是应该，是出伫听。所以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感恩的中间。咱有真水的灵魂，所以牧师常常甲恁分享讲，要有幸福的心，内底要有一个幸福的心伫内底，对无？要有幸福的人生，你内面要有一个幸福的心，迄个叫做 eudaimonia， 伫圣经中啊，一个好的灵，一个好的正面的思想伫你的内底。圣经希腊语讲 eudaimonia，daimonia 就是一个灵啦。我内底迄个心思意念，我内底迄个灵，我。验着我内底这个人，有迄个字希腊语叫做好的灵。咱的生命内底有好的思想、好的观念，有圣经所予咱的亮光，正面思想、正面的能量，咱才会幸福。所以这礼拜最重要就是互上帝话对咱讲话。这礼拜最重要就是互上帝的圣神擦亮我们的眼睛。擦亮我们的眼睛，所以每一摆伫上帝的手中，伫上帝的话内底，最重要就是将迄个目屎，将迄个物质，将迄个阻挡，咱甲伊排除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有一种新的智慧。今仔日圣经诗篇100篇第30讲，恁着知什么？耶和华是上帝。恁就知什么？我们是
知他是谁，知我是谁。兄弟姊妹，咱每一摆查经，每一摆灵修，每一摆做礼拜，拢有一个目的动机，就是伫迄个神圣的时刻，伫上帝神圣的话语内底，我得到一种新的智慧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观主甲你摇你的肩胛头讲，醒过来，醒过来，醒过来。主甲你讲，醒起来，你要知我是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咱若知影咱敬拜的上帝毋是假的上帝，咱知影咱敬拜的上帝是活的上帝。咱若知影咱敬拜的上帝是一个，互无可能变有可能。咱若知影咱所敬拜的上帝是伫人的欠缺的顶端有伊的怜悯的上帝。咱就要知影咱做礼拜无空空。或者你做礼拜敢无空空？你检查要讲，牧师，我毋知呢。我对少年到今仔日，我做基督徒遐久，但是我拢永远感觉，我个性无真满足。兄弟毋通失志，伫即个时节甲主祷讲，主求你甲我通透，主求你甲我通透，主互我的生命是一个流通的生命，你的稳定是一个不断不断刷接刷接。所以今仔日个礼拜最重要，毋是咱找红包来互上帝。当然，我知影咱教会的兄弟，因伫奉献这项代志，是心中是慷慨，无简单一个草地教会，咱的教会奉献，咱有看重这项代志。但是更加要紧，兄弟姊妹，咱毋是互上帝红包啦。咱是互上帝摕去用。今日清早我接到美光教会萧牧师，伊甲我写一个简讯，伊讲伫感恩节时，曾牧师我要感谢德登教会。伫过去我要买拜堂的时，阮找无帮站，无容易借着钱，但是德登教会愿意借阮100万无利息。我要感谢德登教会。现在你爱牧师替恁回答什么？知道就好，是吗？牧师该回一句话讲：不要向主堂教会感谢，我们要感谢美光教会和德登教会有机会，通参与恁的礼拜堂的买卖。感谢上帝，伫阮患难中，互德登教会有帮助。今仔日，迄个小小的工作，是德登教会表明对上帝感谢的一个动作。或者恁同意吗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知上帝耶和华是上帝。嘛知影咱是伊听命，圣经讲咱是伊所创造，咱属于伊，咱是伊的百姓，咱是伊草场的羊。意思就是讲，我袂互你咬着，你毋免惊，你是我的羊仔囝，你是我的宝贝的囝儿，我袂互你咬着。你相信吗？相信就得着。愿咱伫伊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：我知你是我阿爸天父，我知你是我的上帝，我嘛知我是你的宝贝囝儿甲查某囝。兄弟，不要怀疑，无论你即摆情境有偌困难，你放伫手中讲：阿爸天父，请你听你的囝儿的祈祷。阿爸天父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求你带我脱离济的苦情、软弱、欠缺。阿爸天父，因为我知你是上帝，好冇？愿咱伫今仔日感恩的时，咱搁一摆用约翰福音第1章16节讲：恩上加恩，恩上加恩。咱甲天父上帝讨讲，主伫我的人生中间，你的恩典是一世人的久。约翰福音第1章16节最后的一句话：恩典线接恩典，用仰望的目睭看你的囡仔，甲你的囡仔讲：
上帝予你恩上加恩。愿天父上帝听咱今仔日的礼拜甲祈祷，上帝拍开天顶的窗，将伊伫自古以来所有备一切的奥妙，拢显示予咱。咱同心来祈祷。阿爸天父，阮无法度用有限的祈祷来表明阮对你的感谢。你有讲袂尽的奇妙，你有讲袂尽的仁爱。阿爸天父上帝，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只有一份感谢的心。愿一切的感谢荣耀你家己，也阿爸天父，也愿阮伫祈祷中间，做你丰盛的慈爱，来围累伫阮中间特别有需要你怜悯恩典的阮的姊妹、阮的兄弟，做特别伫有欠缺的人的身上，你互因双倍、4倍、8倍，主啊，你互因加添恩上加恩的人生。主，阮感谢学了你，愿主你甲阮同行，直到有一日，阮见你的面，愿咱恳求祈祷我个所有性命。